要发出欢喜的声，恁着用欢喜的心来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来吟圣诗第52首，阳光美丽，圣杯圣杯，天地万物传颂。上帝啊，伫圣安有人好乐地听互你。听人祈祷的上帝啊，最恶看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意内的。愿要因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你出、你入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上帝好，伊的水满满。你我按茶银满伊的高，修正伊的灵。你的灵稳定做牛当的温柔。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毛做衫来穿，山谷用木架做满来扛。是阮灵灵听从耶和华上帝，我们因为献出我的感谢跟何乐。
学了你是至高的上帝，看顾阮小看的人，平凡阮的日子，扶持阮的心灵，高是阮满满伫阮的家。学了你有丰盛的慈爱，赦免阮当作的罪，互阮出黑暗日日光明。学了耶和华上帝，想使阮新的一年充满望甲欢喜，因为你讲伫基督里，有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感谢耶和华天父，赐阮有敬畏的心，帮助阮学习你的律例，顺从你的旨意。学了耶和华和平的灵魂，想使阮的国家、社会，甲阮的个人，拢有对你来的真平安。学了只好朋友耶稣，想使阮有突破的稳定。伫新的一年，无论伫阮的教会、阮的职场、甲阮的家庭，拢有你满满的祝福。感谢圣神保惠师提醒阮警醒，引带阮逐日的脚步，医治阮的病痛甲悲伤，想使阮有对天来的健康甲自由。学了耶和华你无限的听，互阮学习新的眼光。也想使阮有宽容的心，会当甲人靠顾。感谢主，今仔是新春的头一天，阮欢喜自集来敬拜你。感谢你赏赐阮2023年将你办理第一位，学了你奇妙的恩典，充满你的慈爱，也互阮赢伫你的同在。奉主耶稣名来祝福莫里牧师。伊的身体健康，光强壮大，传讲你的真理，也祝福阮有安静的心，领受你的教示，互讲甲听的拢一定会记得。感谢你听我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民数记228章23到32节。来听第版是第170页，和对第202页。正月14是耶和华的万过节，这月16日是节下，着食无甲饼7日久。伫伊的头一日着有圣会，你毋通做劳动一天。你着献火祭甲烧祭予耶和华，就是牛肝仔2只，绵羊肝1只，未满年的羊肝仔7只，恁拢着用无瑕疵的。因的素祭用调和油的幼米粉，为着一只牛肝献3/10，为着一只羊肝献2/2，为着迄7只羊仔，着将献1/10。搁献一只山牛肝做赎罪祭，甲恁赎罪。恁献这个，着伫早起时的烧祭，就是常常烧的。常常献的烧祭以外，连7日久，着逐日照即个日用芳芳的火祭的食物献互耶和华，着伫常常献的烧祭甲伊的灌奠以外来献。第7日恁着有圣会，拢毋通做啥物劳动工。即个7日节起头式的土产。恁献新的素祭互耶和华的日，着有圣会，拢毋通做劳动的工。恁着献芳芳的烧祭互耶和华，就是牛肝仔2只，绵羊肝1只，未满年的羊肝仔7只。因的素祭用调和油的幼米粉，为着一只牛肝献3/10，为着一只羊肝献2/2，为着迄7只羊仔。着逐只献1/10，搁献一只山牛肝，甲恁赎罪。恁着献这个，甲伊的灌奠，伫常常献的烧祭，甲伊的素祭以外，恁拢着用无瑕疵的。愿上帝将伊的律例刻在阮的心，
开心和家庭笑脸。你们很欣喜新的意向。
毋过就是对咱来讲，今仔日真正是足特别的吼。信息的 PPT。好，在先吼，牧师逐大家讲新年恭喜，恁着用迄后壁迄上帝祝福恁安尼，后壁牧师佫讲新年快乐，恁着爱因哦，咱互相来安尼问好请安，特别伫即个新正年头下初一早吼，来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福我。太好了，真好，换你讲哦，换你讲红的吼，牧师讲来请。新年快乐，上帝祝福你，新年快乐，上帝祝安乐。其实对伫咱台湾人吼，你要讲华人嘛，共款吼，伫即个农历旧历的过年吼，真正是真特别，上界大，会当讲是上界大的日子。顶工有听一个中台语文的教授，伊讲咱台湾人对伫过年其实是甲华人迄个年兽无共款。伊讲就是丁醮吼，迄个传说就是吼，总是无论是丁醮，还是迄个年兽吼，对伫即个年来讲吼，对伫咱拢是一个真快乐。全家会当团圆，佫会当去找亲情、行村，找朋友吼，久久无联络安尼。但是对伫咱是台湾人，佫是基督徒来讲，即个过年吼，的确爱无共款，吼，即个过年的确爱无共款。毋若是有欢喜，有快乐，吼，有资质，有三件，佫较爱伫即个感谢甲回应内底，就是感谢。上帝伊的恩典，伊会听，然后献上咱的回应。我感觉这是特别重要。若安尼要安怎感谢？要安怎回应？伊是伫圣经内底，咱就会当来学习。上帝透过犹太民族、以色列百姓，就是拢要教咱。特别最近读圣经，咱教会读圣经的进度。进度就是到伫出来记记，昨昏我读着，欢喜一个，较紧写讲，咱今仔日要读的，这就是牧师明仔载讲道会讲着的咱来注意啦讲着寒过节，伫出来记记内底讲着寒过节，这个寒过节影响所有的犹太人。寒过节到即摆，差不多3、4千年以前的代志，总是一个影响所有的以色列人到现在。因上看重的就是寒过节，以色列嘛是哩，总是因每一遍咧过节期的时，毋若敢若欢喜，因拢阁有其他佫重要所做，连我讲道去讲，伫顶年咱就是讲着寒过节的内容，有带音会，今仔日咱伫即个伫寒过节佫度假节佫七节内底，咱来了解。但是牧师邀请咱大家。用现代台语日本，甲头拄仔迄叫做台语日本尔，台语汉日本，即摆这是现代2021年才翻好咱做伙过来听一遍好无？来，请正月14是上主的寒过节，即个月25日是节日，着食好甲命是主妇，头一日着妇人献花花。二号以上的含对拢唔通做，第六个无下树的两只牛角角，一只牛角角，一只是会的牛角角，是花草，也会烧配合上主。第二三只牛角时，要配合3公分差油的油本最素的。计一只牛角角时，要配合2公斤差油的油本。献一只牛角角时，要6只配合1公分差油的油本。最上细，甲你上多，你甲你早起小可坐一碗，要
富田献花，任何日常的工作都唔通做。7日修法节，就是伊民众所想的国防最受重视的上主日，要富田献花，任何日常的工作都唔通做。利用天堂方的修法节，和上主，就是献两者，有感啊，有感，这你献两者，有感时，就配合查主当会最受。献两者有感时，就配合公军。高明为入理论，第7者民主党时，有会长公军高明为入理论，对第6者民党无力为把你准备。最后一上来。你要配修法节甲数节外。你要见这个无法事的这就是兄弟姊妹，你若是犹太人，你就是爱遵守这个有羊羔、绵羊羔啊、绵羊羔，大只甲细只啦，细只就是羔啊，伫这个中间，佫爱献素节超油，甲油调和的这个素节伊拢有无共款意思。所有遮个是上帝所定落来，讲恁着照安尼来做，这就是律例，照安尼做。所以伫这个中间，今仔日咱要看讲，安尼到底犹太人对因来讲，这个节日是啥物意思？其实这个搬过节就是对出埃及记，对因出埃及记的进程最后10灾10个灾害。伊最后一个灾害，上帝讲：我带恁对埃及出来啦。恁讲爱安怎做？恁讲爱安怎做？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对因来讲是一个信仰的传承，的上界重要的方式。是安怎讲？对迄个时阵到即摆已经几千年啊，因伫搬过节的顶面，因犹原照上帝咧甲因讲的安尼做。着爱食无干饼，对过刚刚开始，因为伊面粉袂久来发起来，所以炸咧较紧装出来了后，着伫外口拢伫空央，伫迄个所在，40年了后才甲进入到伫迦南地，所以伫迄个中间有60万人咧伫迄个讲伫旷野内底，所以伫旷野的进程。因会当讲，所有的犹太人，这个民族，因经历着上帝的恩典。本来是要伫埃及安怎，用要着做，埃及做艰苦的做路咧，结果伫迄个中间，上帝该救因，所以有一个搬过节，有一个度假节，搬过节的是台语，伊的翻译就是逾越节。搬过节，越过什么？越过所有那个法老王对我们这个民族的那个苦干，还有对我们的压制，那个是越过。除孝拄教，袂赴法啦，食迄定定拍下，切的饼毋是面包，意思就是讲，虽然伫迄个无好过的代志，总是伫遐咱将迄舒适的物件拢除干净，上帝犹原看顾咱。尾后佫有一个7节，7个7日，这个7节，就是搬过节了过7个安息日，所以749会过转工，49加1偌济50，所以讲这5旬节，一旬就是10天，所以迄天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到上尾后，已经到彼得耶稣的时代，五旬节。变做圣神降临节，就是伊间，所以对咱来讲，感觉讲哇，这日，我若犹太人，我要安怎现？总是对因来讲，这是你介重要的，特别这个搬过节的暗顿，
请问耶稣最后的晚餐是在什么节日？是在逾越节。所以对伊阵到耶稣迄阵已经2000年啊，因安尼咧守，大概1500年。对耶稣迄阵到即摆佫2000年，所以对伫犹太人来讲，到即摆，到伫换过一个当因犹原安尼来做，而且因的囡仔佫会问大人讲，咱是安怎要守即个节？这是因迄个讲伫过节的时阵会安尼来安排。你问，然后伊佫会找迄个讲无教饼会创一个无教饼会当找对伫迄个中间，伊的后一代知影讲，到底上帝安尼带咱，到底上帝安尼拯救咱，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家己的春节，新春伫即个节期内底，咱若是讲上帝安怎伫迄个节期，教所有的犹太人，咱是属于以色列人、犹太人，咱也伫即个中间，领受即个恩典了后，咱来信。而且无需要甲咱讲信用，伫民间信用属于神谕式的信仰，就是新入性的，这维基百科你会当去找，伊讲啥物叫做神谕式的信仰？神谕式的信仰就是人是信用的核心，人有需要才去找神明，人甲神明的关系是安怎偶发的，就是讲有发生的时才有发生，有需要的时才算是。过来，神谕式的信仰就是，迄个神伫外口，伫外住伫外口。过来第5点，神谕式新入性的信用，伊的特点是啥物？迄个神明伊袂甲你要求啦，袂要求迄个来见我、求我的人有啥物品格，也是道德。总是哪里之外？基督的信用拄啊好，无共款，拄啊好。相反，即点咱一定爱记录做清楚。咱毋是信基督教，你莫互迄个教、迄个主义来你圈住了，讲我若无安尼做我可能上帝会束缚我。礼仪，即摆做讲究仪式感，对不对？所以咱今仔日来讲，这是一个仪式，但是那个仪式感，你一定要感到什么有意义，再来感。若无你会对啥物？对一个基督信仰、基督的信用，信甲亲像新入性的信用。新入性的信用，换一句话讲，就是问神：你有代志，你去拜；你有代志，你去求；你需要平安，你需要工课，你需要钱财，你需要病医好，也是惊着，等等所有你生活所需要的，你去找迄个神明。然后，迄个神明，伊就甲你指示了后，你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以人为中心啊，我继续是我继续过我的生活。这个神明伊继续伊的神明，然后这个神明伊袂要求去甲伊拜的人，去甲伊祈求的人，爱有啥物款的道德品格。今仔日我若是做8大行业，我嘛是会当去求，来甲迄个行天宫哦。内底就足侪迄个暗时啊，足侪人去求。伊难道去那里求伊的神明赦免伊的罪吗？毋是啊，伊嘛是去求伊的8大行业会当安怎？会当趁钱啊！请问，若是8大行业做趁钱的，这个社会是啥物款的前面？所以迄个神明是袂要求，但是咱基督教拄啊好。神是信用的中心，毋是人的。上帝是信用的中心，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是世上是逐工的，是时时刻刻的。咱要甲上帝的关系，毋是讲我需要平安，我需要钱财，我需要保庇，我破病才来求。上帝讲我逐工拢要甲你做伙，我是甲你同在的上帝。所以个关系，上帝是讲，逐工拢做伙，时时拢伫你的边啊。诗篇139篇讲，你还袂成形，你还没有成形，你还袂成做人的形体的胎儿，伫你的老母的腹肚内底，我拢捌你啦。我伫你前前后后已经甲你归入你这后安怎？我还要顺服你，你的生命拢还袂开始算的时。
我已经伫细汉册拢听着伊所经过的日子。所以这个咱所拜的这个上帝，伊有要求咱的品格无？有啊，对较多犹太人咱就听着啊，恁着爱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对无？你袂记你讲爱献几只无要紧。有一项咱即摆嘛爱做，因为迄个献祭的物件到即摆对咱来讲，就是你献上你家己，就是遐个羊杠、牛杠、羊啊、绵羊啊，拢是所有的献祭，拢是咱即个人会当请做即个活祭。但是伊讲，迄天啥物工课拢毋通做，啥物劳动的工拢毋通做，对无？迄甲咱有共款无？共款。所以礼拜日也是犹太人安息日，迄天就是啥物工拢无做。哪会用哩啦？爱趁钱啊！伫即个社会足紧的，哪有通讲安尼休困吼，嘛是会当做啊！吼，我这工课对网络就会当订物件，总是伫迄个中间拢无呢，拢爱做。迄就是咧甲咱讲，咱即个上帝伊就是祝福你的，伊将还给你的性命。过来就是甲咱讲，咱爱相信咱的上帝，毋通想讲我的工课做袂了啊！若无我用礼拜日来拼工，你试看觅。规本圣经拢咧讲，咱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就是迄个要祝福互你的，所以咱有领受啊，伊就是要帮助你的，啊你有领受上帝的帮助啊，伊是要带领你经过，亲像以色列百姓经过迄个旷野同款，甚至伫咧进入旷野的进程是伫倒面过红海，迄真正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上帝永远将即款的事啊。奇妙的大代志，总是兄弟姊妹。对伫咱来讲，咱看影的，啊，搁看迪士尼来拍这电影，你甲当作故事吗？也是你当作讲上帝就是一款的奇妙的上帝，我的生命内底嘛要经历。今年开始读圣经，我就鼓励所有的兄弟姊妹，当你咧读的是，你爱进入咧圣经的情景内底，亲像咱今仔日，大家嘛进入。这个情景内底，所以伫这个中间，咱就咧做伙来看，咱的心里伫遐咧自责欢喜的中间，但是咱会当亲像犹太人，因的过节期共款，伫遐纪念苦难，就是迄个端过节，纪念上帝安怎知影讲因伫埃及内底，吼伫遐海产，伫遐哀叫，伫遐呼叫耶和华真主，了后进入到迦南地。开始，毋是过以前的生活咯。兄弟姊妹，犹太人因较早是安怎雇羊的，吼，就是雇羊游牧民族，进入迦南内底变做耕种的民族，就是开始咧种，种小麦、大麦伫遐咧种植，所以迄个种植无共款，所以将第一遍种植收的小麦、收的大瓜做米粉了后，烘做饼馅，迄号做七节。收割节，收割节，所以咱的新春假期今仔日算第二天，也是第三天，你若去拜五开始算的话，总是还阁头仔尔，你要打算安怎过？我提醒大家讲，你打算要安怎过？到后礼拜，到这个礼拜日，拢总是休困的日子免上班，总是伫这个中间，你会去拜访，你会去拜访你的。朋友啦，甲足侪人会相处者，你伫即个中间，你要安怎？想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伫即个过年的时间，要安怎来过？咱开始会当来先来了解，紧紧来了解即个犹太人的过节，因安怎纪念活过迄个苦难？咱有讲着，迄个怎过？就是上帝最后一咧出来就要讲，迄安怎？开始只羊啊，对咧过。我伫你的门牌，就是亲像咱的门帘共款啊。敢若咱的春联就是红色的，伊讲到时我要派天使，灭命的天使，要去杀所有的埃及人，因为迄个法老王有够害的，对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第四灾，大概拢讲好，恁会当去敬拜恁的上帝了后，伊拢无反悔，到尾啊，实在挡袂牢啊。讲好，我袂啊，因为最后一知，上帝就是对所有的大囝，啊，佫去精心的头上的拢甲杀灭。所以伫遐犹太人共款住伫埃及，是安怎无互杀，无去受
开始就是因我的血。啊，弟姊妹，这个血是象征啥？象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红色的血，甲拉河伫苏苏比亚，迄嘛是同款的意思吼。伫迄个讲约书亚记，迄是啥？迄嘛是救赎的意思吼。所以咱会当看到，天父上帝将迄个救赎，拢一直伫迄个中间，就是你有艰苦，毋免惊，吼，总是我要救赎你。吼，所以伫寒过节，伊讲恁爱纪念，爱过这个寒过节，就是纪念恁安怎会当离开埃及，会当进入伫迄个老练甲伊的所在，吼，迄个寒过节。啊，寒过节了后，开始就爱过迄个度假节。度假节的意思就是讲吼，伫遐过来反省，吼，匆匆忙忙、雄雄浑浑所带出来的米粉、烘做的饼，就是无干，空空着，吼，定定无好食。迄就是离开你的舒适圈了。你爱反省，你爱反省讲，我这个人是毋是得罪上帝？我的一切的所做，是毋是需要主的救赎？然后搁一遍感谢讲上帝，你会当救赎我。所以伫过节的时，上帝通过摩西来讲，恁爱献祭，就爱守，就是伫迄天献花吼，头一天后一天啥物拢毋通做，然后献一只。公羊吼，羊角啊来诚做你山羊角来诚做你的赎罪祭，这就是因伫过节的内底，所以咱看到内底，毋是讲啊欢喜尔，所以啊弟姊妹，对咱来讲，咱的春节除了欢喜，有诶细汉的时阵嘛欢喜，过头欢喜，吼会看到人过头欢喜，就是警察差不多袂掠迄大吊，差不多啊，所以规我小时候我毋知影即摆去讲个。规个菜市啊，到迄个29个早起是太甲足侪人来拢买菜，爱菜单拢出来，吼，啊结果到过年咧，迄暗就开始大吊，是变做灯火通明，拢点电火。你若要找爸爸，要找啥物人，就是去内底找。我捌入去内底，毋是找阮爸爸，找阿姑。好惊着，好内底真正是猪点菜点，来拢变做伫遐咧大吊。一个囡仔吼，迄阵通读小学1年级2年级，迄个印象足深诶。所以咱的过节是安尼尔啊，你会当安怎做？你会当亲像寒过节同款伫遐纪念上帝安怎伫过去的迄年，带你活过啥物款的苦难，玩过啥物款的艰苦，检猜你即摆还搁咧搬，感觉你即摆还搁咧过，过来就是度假节，有拄着啥物？吼，拄着重啊，拄着做的捆绑啊，也是即摆做想讲注意，伫这个新的年的开始，你带领我会当拄着啥物款的捆绑伫我的生命中间，也是啥物款的重担。也就是讲，你会当安怎做？我知影对伫台湾人要过年真震动，其实伫过年前就已经有我过去。熟悉传信主的人，打电话来甲我讲，牧师啊，我的囡仔即摆国中的啊，足害的，我拢去互老死呢。我就听伊讲，因为我想讲伊住啊远吼，我嘛无可能讲你爱去教会啦，吼你来遮上年你爱去教会，我爱老死，我就听伊，因为我知影伊敢若要甲我诉苦啦尔，但是我听了我心足艰苦。迄暗咧困的时阵，我老三个主，我无知了对即个妈妈有啥物款的真侪放心。伊的囝已经读国中的啊，伊妈妈讲，伊讲伊要买一台电动脚踏车，我讲脚踏车就好啊，那个电动，因为伊伤重，骑脚踏车骑甲足喘的，已经超过100头边啊！我想讲这是啥物款的教导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囡仔。伊决定讲，即个寒假开始，妈妈逐工付伊150块加食便当，伊要欠欠来食，伊还算啊。伊讲伊吼佫欠160工，伊就当买迄台电动脚踏车。我想讲，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来回答。总是吼，我来讲，某一人啊，牧师迄阵看你的囡仔时吼，要硬啊，拄生出来，足好水咧。伫遐嘛，定定咧甲你看，总是尾后就较无即个机会，
你拢继续去讲会。你讲即摆，我讲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你抑阁会有啊。我讲你今仔若较收听来来阮教会，迄囡仔我甲你，我安尼看伊较细汉我替伊保护较我逐日我阿公包的，甲伊贴伊买迄台车啊，伊一定会买。我知影即个囡仔一定会买，总是我若是爸母，我会陪伊买。用另外一个方法，我讲你叫伊减肥啦，看1公斤要偌济钱，毋通互伊讲无食中昼250箍钱的，你叫伊减肥，伊对100公斤减到70公斤，安尼会成就。所以孩子姊妹，你要除掉啥物款的重担，即款的重担拄开始尔，假使若无去处理，我惊这个囡仔尾后对这个社会是有危害的，因为边仔朋友拢总是迄种互相会要欺负的，所以伫迄个中间绝对是无害。后来咱就是讲，若伫遮搬过遐个苦难，要安怎来感谢收割稳定的？犹太人伫迄7.7节，就是搬过节了后的，我拄仔讲过五旬节搁7个安好日了后，迄就是因去入去甲家人啊，开始种，开始种植，所以伫遐会收成。所以7.7节伫遮，就是知影要安怎献上对上帝的感恩甲回应。所以兄弟姊妹，你回想虽然2022年拄过去迄年，真正无好过，总是伫迄年内底，上帝安怎对你的稳定，你拢会当来孝顺。其实我咧想，犹太人拄种第一批种起来吼，检采迄收成嘛，袂讲介好，因为袂晓种啊，种了无好啊，总是因愿意将迄所收成的一寡，就是上界宝贵的，要献互上帝，所以迄就是一个感恩的回应。检采2022年，咱的经济拢无介好，工课嘛无介好做，有个人检采着别工课互裁员，但是咱对上帝的感恩甲回应，伫即个中间，互咱伫即个节期会当来做。所以最后，咱要安怎纪念主恩分享主的疼？我面顶说的几%，就是2023年伫过年的时，我上讨厌红问的问题，我上切红问的问题。这内底有你袂爱红问的无？袂爱红问着薪水，甲你领偌济年终啊；袂爱红问着工课吼，甲你到底你的生涯规划。袂爱互人问着讲你啥物时阵要结婚要生囝，佫有10%个人袂爱问着讲你啥物时阵要买厝啊，要买车啊，11%个人吼袂爱问遮拢爸问着囡仔的功课，你的囡仔即摆功课安怎吼考试啊，课业怎么样？所以伫遮个代志，安尼到底咱伫咧过年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咱想看下，犹太人收遮的节期是要创啥？真条条项项的，细细行行拢爱做，因拢有照安尼做。但是因收遮的节期是要啥物目的的？目的就是纪念，目的就是感谢，毋是讲目的，毋是讲阮若无安尼做，上帝就咱处罚。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就是甲神与新入性的信仰无共款，所以伫即个中间有一句话，伫新学院迄个讲周刊内底有写，我有甲抄落来，伊讲历史毋但是信仰的记忆啊，是要传承你的信仰的资产。这敢若听起来毋知要安怎消化吼。你想看犹太人好，因伫伊个历史内底吼。因拢有甲成做一个信仰的资产，换过一个暗顿的时啊，到迄个时阵，同款啊，迄无严肃就是爱食饭，就伫遐唱歌，学了上帝，然后伫迄个中间安怎，伫遐讲咱过去的祖先就是安尼来出埃及，然后咱即摆继续仰望伊，然后伫遐有对，个囡仔有一个对应佫有在流失。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咱，毋是犹太人，总是咱伫上重要会过
春节新春这个年，咱用礼拜献上感恩甲纪念，会当成做你的家族的信用的资产。所以伫这个过年前，也无输着安尼献丑啦吼。我个过年前开始会当领导的时阵，我第一遍等于搁等于娘家吼，因为对去年的9月初吼8月底，一直到10月吼，我差不多骹拢袂当做好势尔。啊，所以我当我转去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伫遮甲因讲话，伫这个中间用来，我知影，阮大姐有一支口琴，口琴伊咧学文，我知影阮爸爸过去会晓混，伊拢要训练伊的肺活量，所以阮爸爸今年95岁所以我迄摆转去我就载我的口琴，我想着我高中的时阵是口琴，我参加口琴社，我想有我袂晓混，所以转去的时阵，拄好我的老第一遍来阮兜新的人我就你等录影，我就录所以我有当兄弟姊妹来分享对无我讲，迄就是一个好的时阵，迄就是你家庭做伙献上这嘛，其实牧师迄是一个铺陈啦，因为你咧过年所以伫迄个中间，逐大家讲到过年，你嘛会当像安尼。所以我伫过年前有设计一份献上感恩放伫咱的迄个讲群组内底就是讲你。唱一首圣诗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唱了，读一篇圣经诗篇50篇，拢总17节。搁来咧，用主祷文做结束的祈祷。我昨暝大计算，拢总10分钟就会了。所以你若伫迄个中间有讲话，总是因为昨昏阮兜有40个人。包括阁有一个牧师，阮大姐的教会牧师嘛去阮兜，嘛去因兜食，所以我无讲话，我就讲咱对头甲尾较紧，因为伫迄个中间嘛有迄个新妇，毋是基督徒，所以我知影，伫即个中间，上帝爱咱献上感恩，但是袂当照咱所想的讲我搁伫遐来分享，我搁伫遐来就是一个互相的尊重，所以感谢主。昨我看邱文长老因伫因东嘛有做即个代志伊搁对迄张听书表把它发入去伫阮兜昨接我咧代志开始做，牧师也会到，迄个牧师也会到，我就伫遐其实到尾阮拢做有20个迄第20个就是啥物啦？就是我的新妇腹肚内底迄个囡仔嘛来算在来啦拢总看会到的19岁连咧腹肚内底20个，所以咱伫年节用遮个来感恩，就是要针对咱的家族的信用。我甲我的孙仔讲，我讲是咱阿公阿嬷还阁伫的是一个95岁，一个90岁咱安尼做伙因为过年嘛，你若会一个姐姐，搁一个妹妹，搁一个弟弟两个弟弟拢都是即种，毋是恁各自的家庭。我讲无要紧，因为咱是基督徒，咱跟台湾人的迄风俗讲你查某囝过年前就要转去厝安怎，恁兜会散是安怎，拢不要紧，咱就是为着啥物会当做伙一起感谢主。所以弟兄们，我要请问你，像做基督徒，你要安怎过遮的春节？过来，咱今仔日连每礼拜煞刚才你就会去拜访朋友，是毋是伫你的朋友亲情内底有足侪陈年的问题？有人甲人中间的问题，刚才已经出外，刚才已经成立家庭，你的兄弟、你的姊妹，伊的家庭内底的问题，伊甲伊囝儿袂好势的问题，也是新发生的困难，你要安怎帮助遮？是拄了迄个妈妈打电话来，我阁有拄着一个妈妈，是已经做阿嬷，打电话来甲我讲伊的姊妹、伊的小妹的家庭的代志，其实足陈年的。即个小妹嘛是足好的一个信仰所谓足好的信仰是讲，家己的灵修，家己嘛，逐工看圣经，但是伊讲，我对我的第2个后生，我已经。无遐尼转来，毋免过年你拢免转来这就是要拄着过年会拄着的代志。
因为伊拢一直兴奋嘛，兴奋讲你疼大个无疼细，所以这个妈妈想话就是艰苦，然后伊讲，我拢爱讲遮个代志，我拢爱看，我叫伊免等来，伊娶某伊就出去外口，但是这个大姐甲阿公伊是伊的心肝，伊的想话哪会安尼？咱外口，伊讲我外口人拢知影伊第二后生。就是受你受伤，你前要生伊的之前，你就讲我歹生啊，所以伊伫腹肚内底就受伤到即摆，到伊娶某嘛生囝。我讲迄一定爱偷啦，你如果无偷干，啊，拢基督徒，尾后我就带基督，讲了后，我讲咱来基督，我嘛毋知了后，总是我相信上帝会替你解决，上帝会帮助你，兄弟姊妹。伫即个新正年头，望咱逐个面对着遐个旧的、遐个重担、遐个艰苦、旧的问题、陈年的问题，从细汉到大，从咧抱的时阵，迄阵无好好摇，无好好教，到即摆读国中啊，已经饲啊足勇的啊，100公斤啊，嘛已经青少年足侪思想啊，咱要安怎？通过上帝，毋通阁继续伫外口，亲像。咱爱亲像犹太人咧守节期共款，伫圣会内底，啥物工都毋通做。对近即摆现在咱来讲，迄个圣会就是每礼拜日，所以望咱伫每礼拜日，望咱伫每一摆的祈祷，拢会当经历着上帝的奇妙，所带来的恩典，带你穿过所有的苦难、艰苦、重担，嘛会当啥物？想事你，伊所要应允互你遐个丰盛甲稳定，好无？好。有想要领受无？有。阿免，因为2023年所有社会学家拢咧讲，今年吼无好过。有诶甲，敢若亲像约瑟迄阵讲，迄荒年共款，有无？无好过一年，但是咱无惊啦，我靠上帝勇敢。就得到气力、有智慧，再要伫方面安怎做，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引请阮众兄弟姊妹，特别伫今仔日新春的时，侪已经出去外口就职的落工店，拢转来到遮。主啊，阮欢喜，看到阮的兄弟姊妹齐聚一堂，这真正是真欢喜的代志。感谢你，也用圣经内底的真理来教示阮，知要安怎伫即个阮上欢喜、上解面对问题的即个过年，有一个新的意义，就是针对基督徒军队里的，阮知要安怎来纪念你所对阮的恩典，也伫你互阮的苦难的顶面，阮知要来信靠你，会带阮来经过。一站一站经过，侪兄弟姊妹即时当伫苦难的中间，无论是身体的病痛，也是家庭，或者是工作，主啊，阮知你的确要带因搬过，主愿你也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开阮的目睭看见，你就是满恩典的主。你让互阮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互阮有够业面对着这2023年新的一年，阮的心无惊吓，勇敢壮大向前行，有主你的旨意伫即个中间，日日对主相同行，安尼祈祷、感谢、尊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先诗第382首，咱大家来声声替你来点掌声。Thank you.
有诶自己的为担当会奖励，讲咱学生对遮诶名吼，提出来，请咱出来外口吼，我用欢喜。施英英、郑静怡、房俊成、黄依婷、黄美金、陈秀萍、王婷怡、林彦君、王之文、郑元一、黄子恒、黄新瑜、施玉琪、高成佑、刁明正、黄俊明、施俊言、杨山文、杨佩珍、施怡如、廖家军、黄美琪、卢志刚、郑成典、王以恩、杨正杰、陈国凯。其实拄则会担当了以外，嘛是爱心爸爸妈妈会担当吼，那总是咱当年拢有对担当有奖励吼。咱请迄个讲主任的校长开始头前好无吼？我师专直接交互你好无吼？这些只要没有写咱请主任的校长吼，陈静怡来代表。请回座吼，其他无领就相当领吼，因为圣经吼，毋是干那读过尔，万姓情感同在，开因的心窍吼，也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窍，不只是读吼，能够明白其里面的意思和意。咱来报告。报告进前，咱先做伙来谈今仔日的进度，第110天110天17站，咱做伙用台语和日本来谈2遍。我会用当下的配合力，我会用来一起用和合本来读2次。我要感谢的祭献给你，又要受到耶和华的灵。我要感谢的祭献给你，又要受到耶和华的灵。好，一起翻开周报第2页。1月2到下礼拜时间分担表，请有全部属于人间爱的来地理。看第3页。就会时间甲处理，请咱大家看，特别报告伫个职场团契1月28拜六下晡3点，分别凯强老师甲吉安执事，工作室要举办一个祝福餐会，邀请人做做伙来参加。咱个下回第4啊，消息报告的部分第1点。今仔日是农业10月初1，搁是主日，咱古田新村前下礼拜，欢迎新来的朋友甲长安故乡的罗干条，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礼拜结束有上帝愿意祝福红包，大家拢会当领取，敬祝各位兄弟新春愉快，上帝祝福稳定满满。第2点，拄则有同派助理儿童奖的奖励，感谢因甲爱心爸爸妈妈。伫个2022年的服餐，愿上帝纪念因手所做的工。第3点，拄则也有讲法2022年全年按教会群组进度已经完成。
愿圣灵开启新的眼光，明白上帝的心意。第4点，主日礼拜结束了后，要召开小会，为2月19会员峰会审查会员名单，请小会员参加。第5点，小会公告，这个板教会因为造成漏水严重，需要解决。洪水的工程大约需要23万。本会发起特别奉献，对将开始到2月底。这段时间只要是为这个板教会奉献，拢会为洪水工程的费用，并且大家踊跃为姊妹教会来奉献。第6点，本会总牧师担任中华中会第53届中会牧师甲大专部的部长，伫个1月19亲对议会主任，完上第4号带领。第7点，本会要伫个2月4号甲5号举办冬令营，报名表放伫后壁，也是用聘礼指示来报名。邀请兄弟为着儿童主日学冬令营来关心带导，来看第5页。第8点，披露市场开始募集物品，欢迎关司处来会当用也是全新的物件，建立产品，再来互曾牧师。要伫个过活节期来鼓励你们，所伫个经验要关爱吼20喜乐保育院。第9点，请动员科所长将会计资料甲鱼都主干计划电子档交予主题施政峰长老，作为2月19会员峰会注册用。内底事项咱做伙来谈。第1点，请继续为学港地区的学生甲转校来内底，求助将传流学港地区。第2点，请为世道帮教会联合甲宣教来代祷奉献。第3点，请为身体看安的兄弟代祷，敬称省略。黄维国、汤曼丽、尤俊元、王丽香、蔡锦堂、施维坤、夏丽玉、张安义、谢金满、林美华、尤义峰、廖胜杰、梁桂花、陈茉莉牧师、林诗彩娥、谢淑贤、王小桃、尤丽珍、张淑珍、郑运国。在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然后出力感向会计来欢迎以上。敬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新春奖励，耶稣听你，咱倒来服务咱。新春奖励，耶稣听你。这是我来介绍咱的温馨第角度。今来听，今来听感谢咱国家欢迎。正面意，我们爱感受。应该也你们来哈，这边感受。这个叫了，关掉了。今天这个经的感受。我昨天你这。欢迎这些感受。今天年轻的感受。
祷告，凡事听。李进听。义军甲家军，应该在地。嘿，但是，好，好，欢迎你。新农兵乐。济南，林小姐，邱竹姐，韦坤。东兴江会，哦，胡坤阳，英信丢了。易小姐，歌有感受到的，来家，都这样。新家娱乐，娱乐，这就是天生的感觉。新娱乐。国政厅感谢吧哈。介绍一下吧，那你来我给你看一下，好，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啊。我是迄个较早老师
泽川，刘泽川，好，泽川，还有，我输了，还有没有人？我输了。讲呀，来来，神风一牧师，看看牧师。那我们将这道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咱讲做有种群众和家庭，今仔日参与伫礼拜中，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祝福咱大家。来念罗马的信息第599乐意的来服务相比例就是三千三十多。圣神的上空同在扶持，甲恁正大家三甲日的特别保守，伫即几天即礼拜的春节节期，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Yeah.
มาได้เจ็ดวันนี้ อ๋อครับผมเป็น จากคุณเลยเนี่ย จะมาได้พื้นเรียนแล้วเจอใหม่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很久没来了哦。